会场的同道们能听到吗？哦，看来是可以听到了。嗯，好的好的，大家吃饱了没？刚刚这个吃饭的过程中，能看到我们这个操作的过程吗？嗯，哦，是没说话，不敢说话，很紧张，尤其是那个规控支架拿掉之后，它左右组特别狭窄，就那会儿血氧最低的时候只有70多，然后我们马上把左组右组分别球囊扩开了一下，在这个高频喷射通气的支持下，我们调大了这个通气量，然后血氧马上就能够上来了。所以有这个高频喷射的支持下呢，这个还是很有保障的。尤其在后续我们放这个Y 型的一个国产的一个 Y 型腹膜支架，左组右组的直径分别是10个毫米，气管的直径是12毫米，一个偏小的一个小 Y 型的支架。然后可以看到放完之后，这个气道就打开了。那我们最后呢，就在它原来管这个支架覆盖的这个地方，在气管的这个地方，再多点注射这个 PTS， 希望后续呢就不需要再放这个气管的支架了。那么病人的呼吸和排痰呢都会能够有明显的改善。支架呢，我们是有必要的情况下，支撑结构破坏就需要放。那么长度呢，最好不要太长，越长呢排痰能力越差。后续呢，再狭窄的概率也越高。那我们打完了，大家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2点半左右，我们就开始下午的这个学术环节，好吧？对，那个下午的这个顺序调整一下，首先我们请卢丽雅主任先讲，然后第二就是唐纯丽主任，然后我最后讲吧。让我回点血吧，我昨晚值班，好像忙乎了一天了，在你们镜头没看到我的时候，我也做了5个资料了。所以平时我们都是常态化的这个工作了。今天周末啊，明天还有南山呼吸论坛。